台湾的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搁来研究100-200当前台湾囡仔咧读硕士宪文，内底诗句对句来，咧劝人做好硕士宪文。一句话讲：一河之恶，劝人莫作；一河之善，污人方便。先来探讨这个河，河解说就是门，动物的门。咱知影讲写毛笔的时阵，那用龙的门落去做的，毛笔就会写一个讲，这叫做龙河。啊，若用羊仔的门落去做的，就写一个讲啊，这叫做羊河。笔头无共嘛。啊，若剑河咧，无毋对，就有透着龙，有透着羊的门，安尼叫做剑河。一河之恶，劝人莫作。敢若亲像幼门啊共款，遐尼小的恶，你嘛毋通做。啊，一河之善，污人方便，就意思讲。那小可共帮助一个举手之劳，互人方便，安尼嘛是好。啊，有几个章咧讲硕士宪文，第一要互人好记，爱对句，顶个句对句；第二拢爱倒句，所以这本身句道内底咧对咧倒句的。一河之恶的恶，劝人莫作的作，这种台语的入声。一河之善的善，甲以人方便的便，完啊倒句。当然啦，小可会当共帮助一个，互人方便，咱何乐而不为？国情过去捌写一部小说，我哪将一句话当作角色的对答甲写落去。迄句话就是讲，让路互人行，就是让路互咱家己行。过来记另外2句硕士宪文的对句。顶句讲，开人是好，扰人是福。下句讲，天眼开开，报应心索。对啦，开人就是讲你互食开占人的便宜，你毋通想讲共片介好呢。开人是好，扰人是福。你会当安尼让路互人行，放人一条生路，扰人你家己绝对会得福报。啊，共款国情头拄我咧讲即个福，佮报应心术的术，这拄啊甲头拄啊咱所讲的恶，劝人莫作的作，拢共款是入声字。所以，互你听到感觉真响亮，听到感觉一摆就记会牢。扰人是福，因为天眼开开，报应心术，天地拢有咧看，开即字。现代咱拢读花啊，真侪人读花福啊，毋过老辈拢读开。天有咧看啦，所以报应毋是未来啦。所以过去民间人嘛咧流传，讲观世音菩萨咧甲咱教啊，讲人为善，人若做善啦，福虽未至，何以远离？啊，人若做恶咧，做恶的时阵，祸虽未至，福以远离。啊，是爱做人做好事较久长啦。